利用咱台湾的地理条件，利用咱台湾的地理条件，咱的日头、咱的海水、咱的地形啦，教咱拍验。啊，陈永华伊阁有伊头壳的脑壳，这叫营业秘密啦，就是要安怎拍验，伊用这个沙交海水有一个办法，互伊过滤啦。过滤过了吼，这个海水无杂质拍出来盐，袂涩袂苦。这若即摆的智慧财产法叫做营业秘密 know how 啦。啊，陈永华毋是干那对台南人好尔，陈永华对大家人嘛足好。陈永华去到大家，看到大家的先民吼，有一个痛苦，大家的先民有一个痛苦，大家有一种草，咧发足紧，搁足长啦。大家人以之为苦，先刮刮袂离啊！哦，陈永华去看到，伊甲伊讲：哦，恁大家即个草遮长，你甲挂起来烧，无利用落咧可烧啦。你甲挂起来烧，佫更较可烧。所以陈永华甲大家人咧，绑即个大家笑啦。大家笑是大家的经济，对陈永华的时代到日本人啦。大家笑讲个是大家的主要的物产啦。所以咱的纵贯铁路是安怎？有起即条山线了，佮有遐大的需求要起海线，经过大家。即个大架桥的运输需求是足重要的考虑原因啦。所以大架桥到国民政府来还佫足重要。所以讲伊了嘛，大架桥就是陈永华运用咱台湾的天赋，伊头壳的智慧去教因北出来。这就是咱台湾的领袖即摆爱去学习。啊，就是讲咱即摆台湾，事实上咱有足侪天赋，你要安怎来运用这个天赋？但是陈英国真紧就亡国，因为内乱的问题。亡国了，清朝1683年摕到台湾了，咱台湾的贸易变做东西了。咱台湾的贸易变做东西了，但是中国的土地变得较大，人口变较济。咱交中国做东西洋的贸易，一句话若落实落，就是变安尼啦。一句话若是落实落，就是变清朝时代东西洋的贸易。安尼咧吼，咱的农产品涨袂了，因为中国的华中华南的纬度交咱相像，咱台湾种会出来农产品，伊拢种会出来，所以咱的农产品交中国做自由贸易，对咱台湾的农民啊是非常大的败害。我比一个例来讲就好啊。半年前日本教授来，我带伊去阿下饭店，我甲点石板互伊食。这日本人甲我问讲石板的日语要安怎讲，我讲我袂晓啦，佫去叫阿下饭店的翻译来。即个翻译甲伊讲，这石板恁日本无这鱼，这石板鱼足惊寒啦，所以恁日本无可能饲出来。这日本人若爱食石板，你就爱来台湾。但是中国饲石板饲会出来，伊纬度甲咱相像。咱饲石板的技术，因为ECFA迄个时阵，马英九总统的宣传走过，马英九总统讲，若交中国签ECFA，咱就发啦。结果中国即摆饲石板，饲比咱较济，啊，伊纬度甲咱相像吼，煞变成吼，咱台湾即摆石板吼，煞变成日常咱买会着食会着，所以各位你会知影讲，石板就是个地啦。所以讲，咱清朝时代经济做歹，啊到1895年啊，日本人来了，咱台湾的贸易佫恢复变做南北向，所以为着要进行南北向的贸易呢，日本人来台湾是规划基隆港交高雄港的建设啊。咱清朝时代用淡水港、鹿港佮安平港，日本人来了呢，规划去基隆港取代淡水港。去高雄港取代安平港，做南北向的贸易，佮去纵贯线铁路。咱台湾一个，即两个港口起好咧吼，纵贯线通咧，咱台湾佮恢复南北向的贸易啊。各位你知影？伫1928年啊，伫1928年，日本帝国
下底有朝鲜半岛兼台湾。日本的拓殖局伫1928年的统计，讲台湾的土地是朝鲜的1/4啦，台湾的人口是朝鲜的1/3，但是咱的生产力伫1928年超过朝鲜半岛。1928年是安怎？因咱台湾的地理位置迄个作用发作起来，因为咱的亚热带的即个气候。咱的地理位置发挥起了呢。伫1928年，咱台湾对日本的出口大量增加，对北美洲的出口嘛大量增加，是安怎？因为航运呢，进台湾若要去美国坐船嘛是爱经过约翰哈嘛，台湾若要去欧洲，就爱经过马六甲海峡。空运呢，咱即个空运啊，以前咱台湾有直飞美国的哦。你若要去美西的飞机呢吼，对对飞，对台湾飞到九州，驶过美西啦。安尼若要去美东的呢，对台湾飞过日本海，对北极换去纽约。所以咱台湾的航运啊，要国际化，拢爱南北的。所以日本时代就看上界清楚。所以日本的经济好起来好了吼，结果咱到即个日本人1945年战败，撤退了咱台湾啦，开始搁做东西方贸易啦。无偌久尔，1947年就是二八事件啦。咱台湾经济放弃啊嘛，经济放弃，逐个人民去卖私分嘛，毋则也发生是二八事件。即经济因素加文化冲突嘛。来呢，1949年啊，蒋介石伫中国拍输走来台湾。咱甲中国搁好去，所以咱台湾的经济呢吼，伫1960年代搁开始恢复南北向的贸易，发展出经济奇迹啦。所以讲，各位你啊，对遮甲看，咱台湾若做东西向的贸易经济好，若歹；若做南北向的贸易经济好，所以讲你啊看，进台湾经济好啊歹？歹，因为呢，咱进用台北港，用卖寮港。进台北港的运输量超过基隆港，基隆港变做游艇港了。咱进卖寮港的运输量超过高雄港，咱进台湾搁做东西向贸易，所以台湾经济歹。所以你要用这个看起来，咱就知影讲，台湾呢的地理位置啊，你若做南北向的贸易，咱会变做一个富强的国家。咱若做东西向的贸易呢，咱的经济、人才。企业资金去互中国甲咱租去，中国会变做慈禧太后，所以这个问题咱爱去面对这个问题。要安怎来做？真侪人对台湾无信心啦，所以讲我用台语去讲互台湾人知影，所以讲咱台湾是爱逐个足庆幸的一个国家。进中国租去咱的人才、企业，资金呢？咱政府有办法来应用，咱有办法来。这就是人类到21世纪啊，人类到21世纪啊，中国真有法度影响咱的，拢是有形的商品，有形的商品啦。但是咱台湾囡仔的脑力呢，是非常的赞。咱台湾囡仔研发的能力是非常的赞，所以咱台湾囡仔的数理的能力。咧设计即个软体的能力，袂输印度人。印度人10亿个人口，咱是2300万。是安怎？咱台湾囡仔研发的能力遮好，数理的能力遮好啊，电脑啊、数学听都遮好，这叫咱的族群啊。咱台湾是多族群的国家所形成关系。咱真侪人有即个咱的平埔族原住民的血统，佮有长山港的血统。嘛，真侪人有日本人的血统甚至荷兰人的血统，所以万物拢是相像啦。近亲繁殖的阿达嘛拢会托付你啊。你的祖先血缘愈远的迄头壳愈清楚，所以咱的囡仔数理能力这方面拢做好。所以你啊看，咱过去这6年啊，即个日内瓦的发明典啊，匹兹堡的发明典啊。
纽伦堡的法文即个发明展啊，德国 IF 设计展啊，咱台湾囡仔拢总共分倒转来。咱台湾囡仔发明是足厉害，但是咱的经济是安怎袂好？就因为咱放互咱的制造业西进去中国所做成，所以遮个囡仔所研发出来的发明啊，拢无法度商业化。这我比一个例啦，瓦特伫1776年啊，瓦特1776年发明蒸汽机嘛吼，但是瓦特伊发明蒸汽机啊，伊是苏格兰人呢。瓦特发明蒸汽机啊，苏格兰已经亡国差不多70年了。苏格兰去互英格兰甲伊并吞啊，是18世纪的初期啊。所以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的时候，苏格兰已经无工业了，拢干有农业尔。所以瓦特伊即个伊是格拉斯哥的工师兼工匠的，伊发明蒸汽机了啊。伊若冒去英格兰要找工厂，甲伊商业化。一开始去，即个也是伯明翰啊，曼彻斯特，第一间公司甲伊商业化煞失败，倒去。伊搁不小心搁去找第二间，安尼才成功甲蒸汽机商业化。但是瓦特即个苏格兰人伊的发明啊，到尾仔是啥物人好去啊？是英格兰好去啊！英格兰愈有国力，佮愈绑恁苏格兰绑愈严啊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台湾即个问题。咱进放互咱的制造业西进去中国了，咱的少年囡仔的研发啊，我叫外头小小。咱台湾无即个制造业互伊商业化，你互伊去中国替中国因商业化，中国经济愈好，愈好愈地咱台湾愈无机会。我交外头离即个苏格兰交英格兰的故事都完全相像，所以讲咱台湾的是相对真好的机会。而即个21世纪呢即个智慧财产权啊，真无一个商品啊是无智慧财产权的。你像讲，我即支手机啊，我即个手机无一个啊，绑约2年啦。虽然是绑约2年的手机，各位你知影这内底几个专利？这一支手机内底啊，几个专利呢？20万的专利，所以足侪专利拢是美国就交通控制了。所以无论是大刀、máy啊，这拢有即个品种指甲的技术啊。所以讲，真诶智慧财产权是交咱即摆的经济拢密切结合的。所以咱台湾囡仔既然伫即个发明、数理遮尔有天分，咱台湾若有坚强的制造业，互遮个发明会当去试商业化。试一届失败，第二届搁试，第三摆，你若10届的商业化失败，有1届成功，即间公司会趁钱。所以发明有法度。卡要失败，你也有坚强的制造业。所以咱台湾真若要互台湾形成一个富强的国家，智慧财产权的研究这方面啊，咱的少年家像新大学生，研发的能力拢太好，真就是咱无制造业，互伊会当去商业化伊的商品伫台湾。因为咱的政府过去的政策无智慧财产权的观念。各位你看，商标。商标是一个物件会当增加附加价值的即个智慧财产权商标权，但是商标权伊诉诸于什么？商标权上介重要诉诸咱人类的目睭啊！你像麦当劳迄 M 啊，这上介简单，嘛是靠目睭去看。所以商标呢，拢赋予终端的产品啊，终端的消费商品啊。咱台湾过去这20年西进去中国了啊，咱拢咧生产啥？叫半成品原料啦。半成品原料就无咧附商标啊，所以你的价值就袂悬啦。人伊即马南韩是怎经济好起来？经济伊会好起来，南韩伫即几年拍足侪商标出来。伊家己的三爽啊，
乐高啦。南韩伊就知影即个智慧财产权的知识，爱拍商品的商标。你除了发明以外，著作权、软体会写、音乐秘密以外，你爱有法度拍商标出来，安尼你的啥物介绍就悬，单子就悬啦。啊，所以咱的经济政策而且毋对去。不过毋免悲观，咱真诶吼有机会来。有两个机会，咱用台南来讲就好。台南呢，真侪人对台南讲，哦，台南就适合做文化古都，这袂使啦，这对台南人不公平啊。台南虽然是咱台湾的古都啊，但是呢，咱有哪爱会当互台南形成一个科技的文化城。啊，台南真正有即个天赋，真啊，全世界啊，科技比台湾较好，啊，经济比台湾较好，出口率阁旺盛，啊有需要来东亚投资的，毋是日本，交美国，讲德语的，全世界拄啊荷兰话算是种德语的，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。这四国是全世界经济真上好，啊有需要来东亚投资，所以咱台湾去年外国人的投资有27.77%是荷兰来的，这一部分是台中市长林佳龙走去招商来的。我知影佳龙伊会晓讲外语啊，伊会晓讲英文，所以伊走去荷兰啦。所以咱真对荷兰的招商。是咱进外来投资上介济，毋是日本甲美国。所以像德国，即个经济啊非常好，但是德国伊是中小企业为主，所以德国的中小企业，阮德文叫做 Mittelstand。Mittelstand 一字就代表中小企业，因为德国因有345万间的中小企业，但是这345万间的中小企业吼，因拢叫做hidden champion， 隐形冠军，因拢有关键的技术，因毋敢入去中国大陆啊，因若入去吼，因的中小企业吼，要保护因的智慧财产权、商标权利无法度，所以因毋敢入去。但是因即摆拢伫德国啦生产吼，销来中国大陆、中国、东南亚、南韩的吼，迄运输成本上悬啊。所以德国的副总理去年10月就讲了，讲德国即摆有需要伫东亚找一个国家合作，互因的中小企业投资咧吼，啊来适应东南亚的市场，节省运输成本，安尼对个国家上介好。我台湾、南韩交咱技术差不多，但是韩国北部，咱台湾拄仔入中，所以德国若来台湾投资。销去中国、销去东南亚、销去南韩，迄运输成本海运紧搁俗，所以讲德国人咧吼，咱若来甲招商，会当招来台湾。咱甲讲，台湾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啊，法律交恁德国合作接近，啊，阮互美国人要求20年，台湾真保护恁的技术、发明、音乐秘密。所以，恁德国厂商来台湾投资，毋免担心智慧财产权，我甲你偷去。啊，你来遮投资咧吼，你入去中国大陆，中国的关税啊，德国收去偌济关税，咱台湾就是偌济关税。咱台湾入去世界贸易组织，因为交中国无谈判，所以是用最后国待原则，就是讲即个商品啊，比如讲即个手机啊，这零关税啦。嗱，即个手机。对德国入去中国5%，对台湾入去嘛5%，所以关税小小。关税既然小小，你来台湾投资，你的技术袂互台湾甲你偷去，啊你运用台湾遮尔济赞，啊搁廉价的少年人的技术来生产德国的商品，安尼真紧的吼，德国也有利，咱台湾也有利，啊对外上拄啊好。要生产德国产品，交通要便利。要出去高雄港、出去东南亚、出去中国、要去南韩，交通要便利。人口数爱济，这真对啊，上界拄啊好咧吼。
我感觉讲吼，咱个中山高速公路，中山高速公路对家人到高雄啊，拢是通过咱台湾人口侪个所在。但是进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高雄到咱永康咧，即条中山高速公路骹交通便利，进拢中小企业，因为高速公路骹伊空气较歹，啊较污染，人民袂爱住伫高速公路骹。拄仔进的吼，咱台南对咸水溪到新营，台南咸水溪到新营即个中山高速公路骹咧吼，咱搁咧种甘蔗，非常可惜。即交通遮便利，啊满洲、合甲、新营、永康、西港啊，迄人口遮尔济，即会当提供足好的少年家读昆山、南台、远东、所府、成大毕业来做工课的机会。啊，当时交流道，咱伫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当时是用收费站，所以交流道袂使设伤济，设伤济，逐个拢无爱纳钱，拢就走去啊。但是即摆咱的中山高速公路收费就用 ETC 啊嘛，所以交流道设济就无要紧啊，你起来就走偌济户就爱付钱啊。所以咱即个伫台南对咸水溪到新营，咱加设几个交流道，而且高速公路骹来招德国人、瑞士人、奥地利、搁荷兰人来设即个职业家区。